咁日前啦，咁內地咧係發布咗新時代職業道德建設實施綱要，為強國復興咧係注入咗道德嘅力量。咁早前呢，經財司司長辯論嘅時候咧，係指出將加強呢個誠信都市名片嘅呢個建設嘅。咁深信咧加強呢個職業道德建設咧，對於推動誠信都市建設咧係有重要嘅呢個助力。咁上述綱要強調要從學校教育啦、職業培訓、家教家風等方面係加強職業道德教育。請問司長閣下，社民範疇咧係點樣積極咁樣響應國家嘅呢個戰略，配合本土誠信都市呢個計劃嘅落實？職業道德嘅建設嘅，咁其實我哋範疇咧喺各方面嘅職業道德咧都有相關嘅準則嘅，包括咗喺教育範疇啦。咁其實咧我哋亦都結合咗非高等教育嘅品質同公民教育啦、職業教育等等咧，我哋透過咗課程設置咧、實習體驗咧，係加強學生嘅職業道德建設嘅，亦都係咧透過師德師風嘅建設同埋親職教育咧，鼓勵教師同家長咧身教言傳。喺衛生領域咧，喺法律上我哋係有醫療人員職業道德守則咧，係對於醫療人員嘅職業道德咧作出咗明確嘅規範嘅。咁喺社會工作領域咧，我哋其實係有社會工作者嘅專業資格制度，咁裏邊咧亦都規範咗社工嘅權利同埋義務啦，當中咧亦都包括咗佢哋嘅社會工作嘅倫理嘅工作守則嘅。所以喺呢幾方面咧，社民範疇喺職業道德方面嘅建設咧，都係揸得比較緊嘅。